后来，这个年底县市长的选举，民进党伫个台北市甲桃园市也无法度推出着人选。其中伫个桃园红点名的，除了总统府的副秘书长侯志伟，也阁有行政院的秘书长张敦涵。啊，若以派系来看，讲也阁有一幕的话题，就是正国会民进党的前秘书长林佑昌。 民进党立委王世坚，特别罗南体工党立委陈定辉徛台支持预选台南市长。王世坚嘛直直去点名爱上战场选台北市长。不过民进党北基桃、新北有苏巧慧、基隆有董主委，除了首都台北，阁有桃园市长阁伫咧抢人选。 已经定案的两都跟即将定案的两都之后呢，民进党会审慎的在选对会加以讨论。未来我们一定会推出最有胜算的人选。最近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接走地方办案，伊嘛做过立委，不过进前和桃园的连结无深，要如何打动各站无简单。另外，阁有立委王义川叫点名，党内私底下列举人选，是最近伫咧国会质询，正做立文林物的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。 含国安会副秘书长林辉环，不过伊党内派系各一幕话题，就是正国会的戏。面册抛出去佚佗相片，讲担任公职20多年，趁即马无伫咧做官，因先生啊，赛车含太太做伙去陪2日内拜拜。自从时任秘书长林佑昌伫咧网络就较无伫咧提政治代志，出国上卖翕趣味影片。让我们大家欢迎前基隆市市长林佑昌。认真讲，林佑昌对选战行程老生格格，是民进党讨论台北桃园的最佳人选。 不否认，我也觉得，林佑昌确实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人选。选举需要当事人的强烈的意愿，当事人也要有充足的准备。那这些部分也是要考量林佑昌前秘书长他个人的看法。民进党立委希望有主力的阵将出来选，不过台面上党讲伫咧等上强的台面下布局声势已经抢滚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